多。哎呦，恢复的挺快嘛！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永别了，废物们！他竟然也是御灵师，把我搞得这么惨！去死吧，臭女人！你先给我死上10000遍呐！终于赶过来了吗？正义的团员们！端川在临死前，通过律令，将发生的一切传讯给了我们。团长，不，理会他骗了我们所有人。对不起。看在你们也是被人蒙骗的份上，今天就饶你们一命。还想求死的话，尽管来光头堡找我。如果小林哥在这，一定会嘲笑我是个幼稚的傻瓜。居然死了呀！还以为你能成为候选者呢。不过，在我少昊谷面前，就算是尸体，也瞒不了任何秘密。